啦咁其實呢個第14課咧都講關於酸同埋鹼嘅咁樣。咁而家講埋呢個鹼嘅性質啦咁樣，係啦，第28嗰度。嗱呢個鹼咧都係想講翻最基本嘢啦，就係、是、嗰個鹼溶於水嘅時候咧，佢會釋出一個離子，嗰、那個離子就叫氫氧離子，係氫氧離子。咁氫氧離子嘅話，就令到佢咧有一個鹼嘅特性啦咁樣。咁如果我哋用啲化學方程式去表達嘅時候咧，點表達佢釋出氫氧離子咧咁樣？咁如果你記翻學酸嘅時候咧，有幾種酸啦，氫氯酸、硫酸同硝酸係啲常見嘅酸啦。咁鹼嘅話有邊啲會係咧？就呢個啦，氫氧化鈉。氫氧化鈉嗱，氫氧化鈉係一個常用嘅鹼嚟嘅。咁啊，化學式 NaOH 啦。咁其實你見得到嘅化學式裏邊咧，都有個 OH 喺度嘅。咁佢溶於水嘅時候，究竟發生啲咩事咧？就用咗以下嘅方程去講啦。佢就話啦，當係呈固態嘅時候咧，其實啲 Na 正離子咧同 OH 負離子咧，其實係點咧？以一個離子結去結合。咁所以嚟講啦，呢、這個時候係冇一個氫氧離子嘅，而且啲離子係不可自由流動啦，喺固態嘅時候。咁所以嚟講啦，佢有冇鹼嘅特性咧？其實呢個時候係冇鹼嘅特性嘅。咁點樣做之後咧，就溶落水啦。咁當我將氫氧化鈉溶喺水嘅時候咧，佢就變咗做水溶液。咁呢個時候有個分子咧就會電離啦，或者話啲離子會離解啦。咁電離嘅時候就釋出咗一啲氫氧離子。咁而氫氧離子就導致佢有鹼嘅性質咯，得唔得？咁留意翻個講法都一樣啫。咁有自由流動嘅離子啦，而且有氫氧離子，咁佢就係有鹼嘅性質。咁好似呢幅圖畫咁啦，咁用一個圖像去表示啦，有啲氫氧離子喺度存在緊喺嗰杯溶液裏邊，即係 OH 負啦咁喺度。咁呢個係令到佢有鹼嘅性質。咁啱啱講完個就氫氧化鈉啦，氫氧化鈉嗰個例子啦。咁如果氫氧化鉀咧嘅例子都一樣嘅啫，即係 KOH。即係有啲人問你喂 KOH 氫氧化鉀佢點樣電離啊？照寫翻方程式咯。K 正加 OH 負，咁呢個氫氧離子咧就係有鹼嘅性質。咁第二個氨水啦，氨就比較特別啲嘅。其實氨你成個結構裏邊咧，你見唔見到 OH 咧咁樣？就見唔到喎。咁無端端又點變個 OH 出嚟咧咁樣？咁你睇一睇啦。嗱，佢一個氨嘅分子啦，其實氨裏邊嗰啲原子咧就以共價鍵連結嘅。咁呢個係一個共價化合物。咁呢個物質溶於水嘅時候就會又做一個過程叫電離嘅，得唔得？咁所以其實我不斷強調，大家要識得描述呢個字啊。嗰個分子在水中電離，而又生成咗乜嘢離子咧？如果生成氫離子嘅時候就係酸啦，生成氫嘅離子就係鹼咯。好，今次由於我知道氨係酸定鹼咧，就知道佢係鹼啦。咁所以佢溶於水嘅時候我哋會記住啦，佢應該會生成氫氧離子，氫氧離子。咁我點樣做出嚟咧？咁呢個比較深少少啦，咁睇一睇啦。嗱，留意嗰個 NH3 嘅分子咧，就會黐埋個水嘅。黐完個水之後咧，留意啊，水 H2O 咁樣咧，你可以咁樣諗啦。佢就會將其中一個 OH 鍵咧就斷開咗，斷開之後啦，個 H 咧就俾咗邊個咧？俾咗 NH3，令到個物質叫 NH4 正氨離子生成。咁呢個時候由於個 H2O 斷開咗啊嘛，斷咗個 H 出嚟，剩翻 OH 負咯。咁所以嚟講啦，有個 OH 負喺度，有個鹼嘅性質喺度啦。咁咧就氨溶液。咁如果你留意到個小箭嘴，你都知道啦。琴日都講過啦，呢個係雙向箭嘴，呢個係單向箭嘴。咁其實到時候攞嚟做啲咩？分別佢屬於強定弱嘅鹼嘅。如果你仲記得啦，單箭嘴代表佢乜嘢咧？佢屬於強嘅。咁咧就強鹼啦。由於佢喺水中完全電離啊，咁所以嚟講啦，佢要強鹼。咩叫水中完全電離啊？即係假設你都知道1摩爾嘅物質有幾多粒嘅分子啊？就6.02乘10^3次方咁多粒嘅分子啊嘛。如果全部即係6.02乘10^3次方，當係唔知幾多百億粒嘅粒子，即幾十億嘅粒子都可以全部電離嘅話咧，完全電離嘅話，咁呢個就叫強鹼啦。咁所以我哋用單向箭嘴去表達，但係如果唔係嘅，假設你有100萬個分子部分嘅可能得10萬個分子可以電離嘅，咁呢個時候佢叫乜嘢咧？喺呢個情況之下，就叫弱鹼啦，得唔得？咁所以呢個情況我哋講籠統地就叫部分電離咯，部分電離咁係一個弱鹼嚟。
咁所以下邊呢幅圖好特別嘅，即係指乜嘢咧？指一個胺溶液嘅時候咧，其實裏邊係有3樣嘢。第一個係胺分子，第二樣咧係胺離子，第三個係氫氧離子，得唔得？咁咪同啱啱之前幅圖啲分別個，有咩分別咧咁樣？嗱，啱啱呢幅圖係講譬如呢個 NaOH 啦，佢電離完之後，我想問裏邊仲有冇 NaOH 嘅分子喺裏邊啊？其實你見到係冇喎，佢得鈉離子、氫氧離子。咁其實佢係沒有啊，即係交叉寫翻沒有好啲啊，即係因為佢完全電離啊嘛，所以係沒有 NaOH 嘅分子嘅，得唔得？咁呢個留意翻係強鹼有咁嘅結果嚟。咁然後啦，再望翻呢度，呢度唔係喎，呢個弱鹼咧，佢有保留翻 NH3分子，咁呢個就係嗰個分別啦咁啦。好，咁所以有啲小定義啊嘛，知一知啦，就話啦，鹼咧就可溶於水嘅鹽基，咁啊溶於水嘅時候就會電離，留意就係寫呢個字啦，電離。它溶於水時電離生成氫氧離子，咁呢個就叫鹼啦，得唔得？留意翻。咁啊酸調翻轉寫嘅，即係它溶於水時電離生成氫離子，咁佢就係酸啦，得嘛？我要識寫啲嘅定義嘅要。好，咁好快脆睇一睇嗰個化學方程式啦咁樣。咁啊佢有少少例子啦，有氫氧化鉀啦、氫氧化鈣啦同埋胺。咁啊睇一睇啦，佢話分別溶於水時咧生成鹼性嘅溶液，鹼性溶液。咁佢話做一個簡單嘅測試啦，去測試佢哋都有鹼性咁咯。咁留意啊，用翻最基本得㗎啦。咁我點知佢有鹼性啊？嗱，記住唔好用條脷去舐咁樣。係啦，用 pH 計都得嘅。即係如果用 pH 計，你度到 pH 值係大過7咧都可以嘅。或者最簡單啲啦，可能你冇錢買 pH 計喎，咁 pH 計都好貴嘅，或者得啲紙啫，石蕊試紙。咁啊寫啦，紅色石蕊試紙，令3種水溶液掂落去嘅時候咧，就令到紅色石蕊試紙由紅色變為藍色。嗱，呢個就係嗰個鹼嗰個特性，即係測試佢係咪鹼啦，呢個最基本嘅方法，即係中二都學過啦。咁下邊就話寫方程式啦，咁寫咩方程式咧？就寫3個嘅氫氧化鉀、氫氧化鈣同埋胺溶於水時嘅變化。呢3條方程咧喺堂上高睇完，唔係睇完就算啦。睇完之後，你哋要記得翻去寫多10次、20次、30次、40次啊，得唔得？講真嘅，除非你個目標係都係 hea 過冇所謂嗰啲啦。但你目標唔攞分嘅就睇完就算啦。如果你目標想攞分嘅，咁請努力練習啦，因為其實學化真係要努力嘅，即係等同於做運動都好啦，咩都好啦。即係譬如有啲堂仔跑山嘅咁樣，咁唔通揾人代跑就會叻做咩？有冇人做健身嘅喺度？可能都有啦。咁你健身冇人代健身，自己會大隻㗎嘛？係咪先？即係等同於你做功課啦，你都係抄嘢咁，你咁你靠 DeepSeek 幫佢做啦，靠網上幫佢做，咁你後尾有咩結果咧？都係冇㗎嘛，係咪先？咁所以記得，喂，真係嘅，練習得多係有相關嘅。你練習得太少咧，成績如果低啦，得唔得？啊，跟住個期望嘅落差係由於你嗰個努力唔夠啊，所以記得你有相應嘅努力，先有啲成果啊，都要係注意，即係要寫多啲啦。即係講完一次之後，自己自動自學做啦，即係唔會監你哋咧。喂，如果你自己寫得閒唔會啦，咁啊，自己喜歡就寫啦，咁樣。即係你實攞高分，即係喜歡攞高分，咪寫多啲咯，係咪先？好啦，留意啊，寫法都係嘅，留意翻啲單箭嘴、雙箭嘴啦。咁其實初頭都係靠背下啫。雙箭嘴係乜嘢？弱鹼咪雙箭嘴咯，單箭嘴咪強鹼。跟住你會問我點知強鹼弱鹼啊？睇得多記得多就知啦。咁所以如果寫化式嘅時候留意啊，刻住嗰又寫譬如 NH3呢個咧，呢個弱鹼成日都寫嘅呢個，寫得比較多。但係 NH3 加 H2O 雙箭嘴 ，NH4 正加 OH 負咁樣，就咁啦。好，然後下邊啦，寫出以下反應中嘅離子方程啦，留意離子方程啦。咁離子方程就集中係講關於一啲化學反應嘅物質啦。譬如第一個氫氧化鉀同氯化胺溶液，咁其實你熟悉嘅話就見得到啦。集中嚟講，氫氧化鉀咧係同邊個離子有反應咧？就係氫氧離子有關係嘅。咁而家胺咧，氯化胺咧係來自乜嘢？來自胺離子嘅，就係咁樣啫。咁所以嚟講啦，呢兩個做化學反應啊，生成咗胺氣。咁呢個就係嗰陣時實驗室做過俾大家聞過啦咁樣。好，第二個石灰水，石灰水裏邊有氫氧離子嘅，有 OH 負啦。氫氯酸咧係有 H 正氫離子嘅。咁主要都係呢兩個做反應嘅啫，即係 H 正 OH 負，咁咪變水咯。
好，第三個啦，少量嘅氨同呢個硫酸鐵三。嗱，硫酸鐵三都大家做過啊，即係變顏色嗰啲實驗啊。咁硫酸鐵三其實係咪同氨有反應嘅？嗱，留意係氨電離之後嘅 OH 負啊，得唔得？留意啊，呢、個氨係電離之後 OH 負，即係感覺上咧好似都冇見過啊，但係實你要暗中識咗呢條色㗎嘛。呢條色就指啲咩？即係當氨溶於水嘅時候咧，其實佢會在水中部分電離生成氨離子和氫氧離子，而呢個氫氧離子啊，就同邊個做反應咧？就同嗰個鐵三離子做反應，生成沉澱物。咁有實驗做過都係。好，咁其實下邊又講少少歷史啦，就講譬如你真係好有興趣想再了解嘅人，同呢個科學家關係啦，阿連紐斯酸鹽基學説咁樣。即係1887年啦，呢、個叫做係瑞典化學家阿連紐斯提出啦，酸能在水中產生氫離子，鹽基咧則在水中產生氫氧離子。因為佢呢個發現之後就攞到咩獎咧？係攞到諾貝爾獎嘅，係勁啦！咁即係你可以咁嘅，亦都係翻時空穿梭啦，你去翻1886年得㗎啦，跟住大聲攞呢本書呢一句，再做啲研究。咁你本書攞翻去會得幾多？你可能好幾個諾貝爾獎應該係你攞啲教科書翻去呢個年代啦，200年前都冇嘅，實際計翻條數，1887年喎，幾多年啫？200年都冇。啊？哦，名留青史咯。即係你連200年嘅人，你都要識佢咯。你想200年後啲人都記得你咁攞下呢個獎啊！好啊，遊到後邊啦。濃酸濃鹼其實有啲特性嘅，咩特性咧？就腐蝕性啦。即係有陣時聽過啲唔好聽嘅新聞，就例如啲乜嘢咧？即係大家即係假設你有個男女朋友啦，跟住又突然間又衰喎，又識第二個人喎，係咪先？咁啊惹起乜嘢咧？即係有啲叫咩啊？即係可能有小三又好，乜都好啦咁樣。咁你嘅點講啊？即係你個原本嘅男女朋友咧就會好憎恨你，話你做乜做啲咁嘅事啊咁樣。咁有啲新聞成日都會講啲咩咧？即係為咗為情咧，就傷害咗佢嘅情人嘅，就會做啲咩潑佢咩淋佢強水，或者做咩淋佢眼睛？OK，淋佢強水啊，潑嗰啲咩？咁其實呢啲係關咩事？就關啲濃酸同埋濃鹼嘅。咁其實濃酸濃鹼易唔易買到咧？其實都易買㗎。佢好似去邊度買啊？超市有得買啦，或者你去五金鋪有得買啦。我一調翻轉，你識少少化學，我點整支濃酸濃鹼嘅？你咪買支稀酸翻嚟，跟住點做啊？加多啲蒸係煲乾啲，令佢少啲水，咁由稀變咗濃咯，係咪先？所以嚟講啦，喂，你識㗎，即係呢啲咁嘅嘢真係好易攞得到，但係傷害性都好大，所以真係唔好亂咁用啦。調翻轉嘅，突然間你有一日行一條街就突然間有個人大聲嗌：喂，我淋你強水啊！咁呢個時候你會點做啊？跑走啦，係咪先？你擋唔到嘅真係，一擋咧，即係如果真係嗰支真嘢咧，因為唔知真定假呢件衫就咁啫，衫咪好簡單，換完嚟算咯。我哋啲皮膚咧，皮膚淋完之後係咪話跟住搽翻啲藥水就變翻原本咧？其實唔係嘅，大家有冇試過？可能擠暗瘡都好啦，擠得唔好會有咩啊？留疤痕係啊，留疤痕。咁你認為你俾咁強烈嘅腐蝕性物質接觸到之後，你嗰個傷口係咪真係會原本復原咧？係唔會嘅，因為留有疤痕嘅。嚴重啲係去到咩地步咧？要去到啲肉腐爛㗎，腐爛到之後咧，你要將啲肉點啊切開佢㗎。係啊，即係爛，即係就爛面啊，個樣不似人形咁嘅樣嘅會係。真㗎。咁所以嚟講，呢個真係小心啲啦，真係有咩事走啦，擋唔到嘅真係。跟住有啲好搞笑嘅咩？搞笑嘅笑話就話：我俾啲強酸淋到，呢個時候要俾咩啊？用啲強鹼中和翻啦，仲有中和再講。即係拿他拿錢。呢個係冇可能嘅事啊！呢個係，因為再傷害多次啫，得唔得？記住啊！所以記得你俾強酸淋，唔好彩俾強酸淋到。咁我就攞強鹼同你對溝。就唔好個強鹼對溝，攞做乜嘢咧就要學啦咁啊！係咪直抽？呢個就係第二個實驗啦。濃鹼浸雞翼咁啊，你都可以試嘅。咁你可以攞啲通渠劑浸下隻雞翼同埋雞腳添啊。咁啲雞腳就會浸到皮開肉裂。另外，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做，屋企做啦，其實都會聞到一陣臭味嘅。咁我唔同大家做啦，都臭臭地㗎啦。咁所以嚟講你要注意啦。其實濃酸濃鹼咧都具有高嘅腐蝕性嘅咁樣。
咁實驗室用嘅時候啦，咁我記得啦，咁呢啲即係考嗰時就得考嘅，要點樣用法咧？戴防護手套同埋安全眼鏡，所以不斷強調都係戴眼鏡為主嘅，即係唔好唔戴眼鏡啦，因為眼一傷就冇啦。咁譬如我哋要稀釋，咩叫稀釋咧？嗱，平時咧實驗室用嗰啲酸咧，假設係1M 啦，1M 嘅酸 HCl，唔係100萬啊。1個摩爾濃度後邊會教啦。咁其實1個摩爾濃度嘅酸點嚟咧？我哋係要靠稀釋嘅，因為實驗室通常買支咩翻嚟咧？可能16M 咁樣，咁咪溝稀佢咯，即係加水咁啦。即係等同於大家有冇攞個漂白水拖地㗎？有冇啊？有啊。漂白水拖地係咪成支漂白水多定係幾拖地㗎？唔係啊。係點做啊？要加水。夠。係啊，你記得要加水啊！唔知大家會唔會啊？真係試過漂白水拖地，真係成或者拖地嘅地拖水啦，唔係成支咁來用啊嘛，係要加完水稀釋之後用噶嘛，得唔得？啊，實驗室都係有啲酸買翻嚟咧，係好濃嘅酸買翻嚟，就唔係一買翻嚟就可能1M 啊或者0.1M 咁少嘅，就通常我哋稀釋。咁稀釋嘅時候可以加水咪得咯？但原來我哋要知道啲加水步驟有分別嘅喎，唔係話咁係水加落酸啊定酸加落水，大家要注意啦。好，睇翻呢段嘅文字咁講啦，咁臨尾結論係水加落酸定酸加落水咧咁樣。酸加落水。記得呢個啦，將少量嘅酸或者鹼緩慢地加入大量嘅水啊，呢啲要寫啊，仲要不停攪拌，即係目的係要降溫，因為其實過程中係極度放熱嘅。如果調翻轉嘅話咧，會發生咩事咧？就話嗰啲酸同鹼會濺出，即係彈出嚟，咁咪彈到自己咯，咁啊受傷就唔好啦。咁考試考呢啲啊，咁記住啦。好，另外啦，有一日假設你入咗實驗室啦，咁啊介紹下啲濃氫氯酸嘅特徵啦。見到一杯嘢出煙好得意喎咁啊，咁你覺得啲煙係幾好吸咧？係咪先？會貪得意，索下先咧咁啊？索下啦。唔會嘅，留意翻啊。嗱，呢啲咁嘅白煙有機會呢啲係咩嚟嘅咧？佢話啦，呢啲只可能係濃嘅氫氯酸，具揮發性嘅無色液體。咁即係揮發出嚟係揮發啲乜嘢咧？酸性氣體、氯化氫。咁你聞入到肺會發生咩事啊？係會刺激或者腐蝕到你嘅氣管咯、支氣管咯，咁啊有害啦，直頭對你個身體。好，咁嚟講啊，所以注意啦，有啲白色飄下飄下，唔好覺得好得意啊咁啊。咁亦都呢個濃嘅氫氯酸特性，白色煙霧。咁所以嚟講啦，實驗室安全措施，如果支濃嘅氫氯酸咧，就加腐蝕性呢個標誌啦，咁樣記得要識呢個標誌啦。但係佢唔係氧化性啊。即係唔係助燃㗎，唔係易燃㗎，留意翻係腐蝕㗎。好，咁啊，跟住濃硝酸啦，之前都講過咧，特別係嗰個中式嘅樽裝住嘅，即係濃硝酸咧受到呢個光係會分解成乜嘢咧？中式氣體二氧化氮嘅咁樣，咁啊分解咗用唔到啦，咁所以特別用中式嘅樽去裝啦。咁化學式要識啦，另外要知用中式嘅樽啦。咁除咗酸嘅特性之外咧，其實佢有個氧化性質。咁喺30課會再講咩叫氧化性質，而家知一知先。30課係啊。中午咯，你可以自己預先睇得㗎，或者上網查都得㗎，有好多嗰啲上網好多老師教緊都係。好，留意啊，濃硫酸係啲乜嘢嚟嘅咧？咁就係講18M 度啦。咁留意濃硫酸就98%咧都係 H2SO4，咁啊典型嘅酸性啦。咁我與金屬反應啦，金屬反應嘅話咧就釋出呢個二氧化硫嘅會。咁留意，如果真係我有一日喺實驗室俾你試下攞下硫酸啦，硫酸、硝酸同埋氫氯酸有咩分別咧？如果你攞上手之後咧，其實濃硫酸係會比較重啲嘅，而且你試下。睇下佢嗰個黏度咧，即係如果你揸個樽攞下佢個黏度咧，黏度最高係濃硫酸嘅，係黏度最高。黏嘅。係啊。係啊，黏嘅，即係如果你擺個燒杯度，唔係好似黏嘅，係黏度比較高啲。咁留意啊，接觸到我哋皮膚點咧就脫水嘅，脫水即係將你嘅皮膚嘅水分會點啊，整走晒咯。咁大家都試過啦，冬天嘅時候皮膚乾燥都痛啦，係咪？攞走啲水啊嘛！如果你試下俾濃硫酸攞走埋，再多啲水，你手會點啊？爆炸！更加痛啦，係咪先？更加痛啦！就爆拆都痛咯，更何況咁樣滴落去。好，咁所以嚟講啦，濃硫酸仲有乜嘢咧？由於佢攞到水啦，所以可以吸濕嘅，吸濕。
即係話，如果我將一杯濃硫酸擺喺嗰個空氣之中啦，假設一開始呢度得100毫升啦，咁我擺完之後，可能1個禮拜、2個禮拜之後咧，可能會高少少嘅，可能變咗110毫升嘅。咁唔係啲酸自己做多咗，因為吸收咗空氣中嘅水。留意下空氣中嗰啲叫乜嘢啊？叫水氣喎。因為之前嗰個功課咧，好多同學仔寫水蒸氣㗎。水氣同水蒸氣有咩分別啊？水蒸氣會唔會辣手嘅？羅家，水蒸氣會唔會辣手？水氣咧？水氣會唔會辣手啊？唔會睇下幾熱咯。唔會啦，而家呢度好多水氣啦，有濕度有水氣啦已經。碳氮會都很高啊。嚇？水蒸氣啊。可唔可以水蒸氣咯？我知，唔係可能都係60、70、80度嗰啲水氣嘅。留意翻，所以你做功課嘅時候留意翻用水蒸氣定水呢個字唔好寫錯啊！因為大家講嗰個即係上一份功課咧，成日咁寫水蒸氣奇奇怪怪，我覺得。因為嗰個試管裏邊都冇水蒸氣，得水氣啊嘛，所以唔好分錯咯。吸完水之後會多咗啦。咁所以其實實驗室有咩用咧？既然吸到水，咪做乾燥劑咯，濃硫酸乾燥劑係乾燥劑，即係將濕潤嘅氣體咧整乾佢咁樣。咁例如邊啲啊？譬如想將啲氫啊、氧啊、氯啊整乾佢啊，二氧化碳咧就經過呢個叫做濃硫酸就得啦。你呢個分冇咁講。好，然後下一個咁樣，下一個啦。但係我哋唔可以將濃硫酸咧同呢個氨整乾，點解？因為佢有化學反應啦。咁因為重點係乜嘢咧？如果你想用濃硫酸做乾燥劑嘅話咧，一定要咩咧？佢唔可以同嘅酸有反應咯。如果同酸有反應嘅話啦，咁係可行嘅，亦都唔得嘅。咁留意翻個濕潤氣體一定要泵入去個濃硫酸，然後等佢再噴翻出嚟。咁所以留意翻嗰幅圖嘅畫法啦。幅圖畫法就係嗰支導管啊，第一支導管要浸入去個酸，第二支導管就短啲嘅，就等嗰啲氣體釋出，然後再離開嘅。咁由濕潤嘅氣體就轉為乾燥的氣體。好，咁有啲實驗裝置啦，咁啊問你攞嚟做啲乜？咁都記得記喎，真係要記得記佢哋用途啊咁樣。第一個氧化鈣，氧化鈣做唔做到咧？佢話氧化鈣係會與濕潤嘅氯化氫做反應，所以 A 做唔到啦。即係當我將氫氯酸乾燥嘅話，但如果用氯化鈣咧就唔得，用氧化鈣係唔得嘅。好，用濃硫酸得唔得咧？濃硫酸係得嘅，用濃硫酸我係可以乾燥濕潤嘅氫氯酸，或者氯化氫。咁第三個啦，無水氯化鈣係可以乾燥濕潤嘅氯化氫。咁啊，注意啊，呢啲都幾記憶為主，因為未必做晒咁多實驗啊。好，危險警告標籤，咁啊記得啦，我哋喺嗰個標貼上高，硝酸同埋氧化性質咧就係呢個啦，2同3。硝酸同硫酸咧係有氧化性或者同埋呢個腐蝕性嘅，係氫氯酸冇嘅。咁到時30號會再詳細講多少少實驗啦咁樣。好，係基本上嚟講咧，第14章咧就講到呢度㗎啦咁樣。咁留意翻啦，咁後邊有啲叫總結啦。總結其實考公嗰次查得最多就係呢個大表啊。咁呢個大表唔好唔記得咯，咁啊一定要識嘅，每年都會考咁滯啦。咁另外啦，就嗰啲酸鹼嘅特性啦，在水中電離啊，生成氫離子定係氫嘅離子咧，咁啲基本都要知道啦，得唔得？好，喂，咁。